所來鏡頭，咱來看到嘉義市哦，南北合作三縣市第一場的民調初選，在嘉義市場6號會公布結果，來決定什麼人代表來參選嘉義市長。所以咱今日看到國民黨的王秀龍甲民眾黨的張啟凱，今仔日各自找所在，坐車頂向鄉親拜票。拜託大家，咱堅定唯一支持翁壽良醫師。嘉義市長王美惠話講唯一支持，陪同國民黨參選人翁秀良掃街拜票。地方南洋議員要攏到三江組陣，因為南北合的民調4月初6特別出爐，要佇翁秀良甲民眾黨參選人張啟凱之間塞一個出戰嘉義市長。遵照他們兩黨協商的機制，那我們地方要自己努力。因為剛當時，國民黨立委就佇初選競爭對手張啟凱的戰車頂。所以退場底下困求大家，今仔日唯一支持張啟凱。南洋立委林派雄甲雲林縣長參選人張家軍，攏佇張啟凱的邊仔陪伊拜票。張啟凱連續過6天和立法院的政黨師鬥陣，羅智強、徐巧芯、羅定偉、王建和等人，攏全工落南甲鬥骹手。南北兩個參選人，國民黨中央甲地方支持並無共調。其實，在初選民調之前，其實就是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啦。在2028年總統大選之前的2026年的這一場選戰，其實就是藍白合的一個試金石啦。輸的那一方一定要全力支持贏的那一方。民進黨參選人王美惠充滿氣勢，南北兩黨會派上來應戰，都等4月初6公布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